大家好啊！最近有好多朋友關心，同埋對以下話題有疑問：金同銀係咪癲咗？會唔會再癲啲？我哋會分兩次講呢個話題。講呢個話題之前，我哋首先要講下人類嘅歷史。歷史上只得兩樣嘢，就係真金同實銀。喺人類完全冇互相接觸、冇互相溝通嘅情況下，大家都不約而同揀咗信佢哋嘅價值，用真金實銀做交易媒介。呢樣應該係全人類最偉大，亦都係唯一有默契同共識嘅嘢。真金實銀係自從有人類以來就一直受人歡迎、中意同承認。而家個情況係唔係金同銀癲，係個世界先癲咗。真金實銀就係因為個世界先癲，所以跟住癲。所以如果個世界繼續癲落去，黃金同白銀肯定亦都更瘋癲。今次講住咁多先，下次我哋會繼續講呢個話題。多謝大家，方便嘅話加個關注同轉發俾朋友。